Yun na. Saan may Pilipinas dyan? I-reserve lang ako.接住落嚟，而家啱啱咧開始咗嘅就係屬於第37場次，屬於我哋今日女子錦標賽喺女子錦標賽嘅決賽，有我哋嘅9隻龍9隻龍嚟爭取我哋喺女子錦標賽屬於我哋本地女子賽嘅最後決賽。話到明女子賽啦，成隻艇咧係包括咗參加嘅運動員、鼓手、舵手，全部都係清一色嘅女將。同大家介紹下，靠近岸嘅1號線度有 Lady Bus， 2號線北海龍，3線本地嘅精英隊方都方李小龍體育會，第4線沙石龍，第5線宇宙足業聯誼龍，第6線香港遊艇會 Royal Hong Kong Yacht Club， 第7線海能達尖峰龍舟隊，第8線 Renegades， 第9線香港美國婦女會 AWA Club Paddlers。即將進入去最後嘅紅色浮標衝刺階段，暫時領先緊嘅係5線宇宙足業聯誼龍，緊隨旁邊4線沙石龍，仲有6線嘅香港遊艇會。嗱，3頭鼎立㗎啦，4線想追5線，有冇機會咧？見到而家4號艇嘅沙石龍緊逼住香港遊艇會，有機會追到淨係2個龍頭，1個龍頭去到最後2個浮標位，緊㗎，越嚟越光光了，哇！要影相啊！第3名